是领唱，然后米丁位织布，米子旧，知道吗？你们不是拉铁粉。米子旧不知道哦。听过。好熟。好熟。对。就是贝类啊，不是会有？你们有去过吗？有啊。去采集过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米子旧啊，好难形容，就是很好吃的贝类。贝类，小小的，然后采集贝类，然后米龙子就是藤，你们吃过吗？又是吃的，藤心很好吃，降火，消暑降。这个题也很难哎。没有那么好混啊，这一首很难的。你啥几盖几盖，你啥几盖几盖，你啥几盖几盖，就是在山里面跑步，几盖几盖。我比较老的，我跑比较慢。你啥几盖几盖，今嘛姑嘛烦那爱，今嘛姑嘛烦那爱，I mistake， 今嘛姑嘛烦那爱。今晚姑妈烦那爱，阿没拉溜。今晚姑妈烦那爱，今晚姑妈烦那爱，阿没阿如，妈姑妈烦那爱。今晚姑妈烦那爱，阿没个路米沙拉玛，你有雷沙，乌嘎嘎，努西林儿带。你沙拉玛，你欧雷沙，乌嘎嘎，努西林儿带。你沙几盖几盖，几盖几盖，你沙几盖几盖，几盖几盖，你沙几盖几盖。他说谁最会潜水采集，谁最会唱歌，谁最会爬山狩猎，谁最会跳舞，谁最会领唱，谁最会织布，谁最会采贝类。你沙拉玛就是一边游戏一边学习，然后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再是流鼻涕的小孩，就是说我已经进到巴卡隆奈了。巴卡隆奈的耳朵兰。今嘛姑妈烦那爱，今嘛姑妈烦那爱，阿没第二酒，今嘛姑妈烦那爱。今嘛姑妈烦那爱，阿没定位。今嘛姑妈烦那爱，今嘛姑妈烦那爱，阿没自救。今嘛姑妈烦那爱，今嘛姑妈烦那爱，阿没路人米沙拉玛，米欧里沙，乌嘎嘎努西林儿带。你沙拉玛，你欧雷沙，乌嘎嘎努西林儿带。